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下面大事台头先就来报连载。立法院调查有共识，等热清题上任了后，要邀请来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但是要安怎问、安怎答，13个调查协商。外界也伫咧烦恼热清题上任了后，邦交会出问题，学者表示，要是爱看就职演说的内容是依据现状，或者是有调整，中国也拢紧看。美国警察可能是严调警总入去一间人家厝，甲一个非洲的飞行官来甲伊弹死，这家属即马也要追究警察的责任。讲到新总统赖清德5指控就职了后，敢会去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呢？今日调查有达成共识，会邀请赖清德来立法院国情报告。不过要安怎进行调查，党团13会搁再协商。民进党团是强调爱总统随问随回答是违背宪法的。民众党团是建议讲照顺序回答，派代表来回答，这是有春秋的方案。本案交付协商。由院长本人召集协商。前总统赖清德特别就职立法院调查党团7集是协商达成共识，要邀请赖清德在5日控就职了后去国会进行国情报告。不过时间点和顺带的形式，爱等调查党团13个协商。希望未来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能够成为宪政的惯例。我们不设任何的限制。总统即问即答是违宪的。我们就要求拜托国民党和民众党，你们直接行使所谓的国情即问即答，那应该予以撤案。台湾民众党也提出了依序回答，最有折中值，也可能是各个政党推票代表完之后，由赖总统来做一个答询。总统国情报告顺带的形式是调查立委上主要的前一点，大致上分作一问一答，立委提问，总统必须要随答。就讲咧立委这顺行政院长的模式，通问通答，是可能各政党问了一摆回答，还是各政党分别通问通答。意思顺带是政党代表轮流问。原本预计宽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华东快速道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7集会进行表决大战，但民进党团提出人海发言的战术。拢总登记发言来抵制表决。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5月14号星期二上午9点继续开会，进行后续讨论事项。为着议事的好害，韩国如果含调查3个党团沟通，在处理了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提案了后，随着宣布议会休困，还阁处理其他的提案，华东快含宽岛高铁草案，下到到14个议会阁再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新内阁，今日下晡搁再公布着人事名单，现任的文化部长苏德和前卫福部长陈时中也拢出任政部委员。行政院政部委员会由陈时中、苏德、杨振年、林明兴来出任。新内阁团队表示，讲陈时中是疫情期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那苏德除了是现任的文化部长以外，之前做劳保局总经理期间也创办劳体新制，也做过5年的高雄市副市长。另外，故宫院长萧宗宏留任，法务部、外交部政处由黄世杰、吴志忠来出任。讲到5指控新政府伫要上任，外界也开始烦恼，讲这外交的部分敢会出问题咧？外交部长吴钊燮初稿表示，确实有2个邦交国登记以来拢是有问题，外界拢伫咧要讲这2个国家就是海地甲瓜地马拉。不过学者是认为讲，也是爱看赖清德的就职演说，两方的关系是依持现状，或者是有变动，中国也拢紧看。我们的邦交没有问题，但是看到中国的这些作为也感到一些忧心就是会有长期的这些问题。大选结束了后，陆陆续续甲台湾断交，5日抗新政府就要上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初稿讲，有2个邦交国登记来看会非常烦恼。外界推测就是海地甲瓜地马拉。学者分析，主要要是爱看准总统赖清德就职的演说。
对两方的关系是依期现状，或者是有其他层面的调整，这都是北京当局观察的指标。我觉得赖清德新总统上任之后，大概还是会，这个菜归赖谁，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了，大概还是放在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是一些传统上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国家，美日，尤其美国是重中之重。台湾积极甲盟友交流合作，希望外交有突破。日本前国防部长，也就是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安全调查会长小野洋吾等，特别回应媒体的时阵，嘛讲到台日高层安保对话可能性。日台関係については非常に難しい問題です。政府レベルでの交流というのはやはり外交上かなりハードルが高いと思います。ただ私たち政治レベルはその制約を受けません。日本の政治家はある時政府に入り政府の役割を果たします。政治の立場にいる間にできるだけ台湾との関係を強く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小野洋吾等表示，伊唔知影美国政府敢有研究台湾有代志的军事作战计划。不过日本为着要守护国土，会武器各种的情形、拟定防卫、甲避难等等的计划。嘛讲到台湾或者是菲律宾，唔检讨的情形，拢真值得警戒。透过汉洋连接的这些国家，有必要合作，对维持区域的稳定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讲台湾已经甲美国讲要买3000只自杀式无人机，总金额超过美金3亿。不过要买的这款机型伫俄乌战争捌使用，却受到电战的干扰，表现受到质疑。学者分析讲，这自杀式无人机数量唔那爱济，除了甲外国买以外，国内厂商也着爱家己来生产，挺好来应对着台海冲突。美国制经啊，导无人机是美方军援乌克兰的部队前的武器之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报道，台湾已经向美方提出请求，要买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包括经啊岛300，更较大型的经啊岛600和Otus 600。国讲咱提出要买3000只，总金额超过3亿美金。不过国防部无加做说明。台湾到底有没有要采买这几项品项？目前是无法评论，也无法讨论哈，因为。在我们预算上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项目。我们把这个放在自己的国内生产不是很好，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市场，而且国防也符合国防自主的国家政策。传出咱可能会买美制无人机，经啊到300型会当伫空中停10分，攻击目标是人也是一般的车。经啊到600型会当连续伫空中停40分。Otus 600飞行续航力会当到4点钟，2个都会当攻击装甲车。不过经啊300捌伫乌克兰的战场受到俄西亚电战的干扰，表现是受到质疑。或者柯志祥分析，电战的手段是对抗无人机上重要的途径之一，但是重点是伫个双方伫个战场随时更新反制和反制手段的速度，嘛应该把小型的无人机看作是消耗量加大的弹药，不是装备。乌克兰战场在高峰期的时候，1个月可以损失到9000架无人机，这么庞大的数量，我们应该把这种小型的无人机，不管是空拍的、勤监侦用途的，还是自杀无人机，都视为是弹药。柯志祥讲，亲像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个国家，无人机的发展是真好，嘛会当看作是咱要买考虑的对象。嘛建议自杀无人机需要的数量是真大，除了对外去买，各大的厂商嘛应该开始家己去做相关产品。万一台海发生冲突，才会当有够应对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早起9点35分，花莲附近的海面5分钟内着3架地动，其中2架拢规模5以上。另外下晡3点45分，东部海域也发生规模5.8浅层地动尾。花莲的和平宜兰县也拢到4级。气象署表示讲，这4架的这个地动呢，拢是地动应力调整，地动中心向南北2边线，3个月到半年之间呢，将有可能会出现地动尾。看山边出现土粉，土石一直崩塌，苏花公路大清水山71个崩塌，原来是地5个翻身。有地震啊！水池啊，游出水影，依然钓虾场钓客真有感觉。主体的顶时间同款一直游，下晡3点45分又个地动，交通嘛有影响。火车慢速行驶，到站的时间拢慢分。台北捷运专线列车慢慢开，派员检修设备。地震还是会紧张，而且旁边又是大风屁。我们下来我怕嘛，他说阿婆，你要带我下去，不要放掉我。这届规模5.8有感地动，包括花莲县和平、宜兰县澳花，上届大震度4级，震央伫花莲县政府东北方32.8公里。气象署是讲，这是4月初3强烈地动的地动尾，未来3至6个月也是有可能有地动尾，无排除有规模5.5以上。像在台北
民众感受到会特别的一个强烈，主要是因为这个地震比较接近北部，它是在南北做一个调整，那基本上就不脱这个余震的这个地震破裂的一个长度范围。地震发生了后，50公里长的破裂范围内已经出现1400外界地动尾，规模5以上的有74界。气象署讲，震央伫南北两边走，属有地动应力调整。早日这届地动尾进前，早起9点外，花莲近海5分钟连续3届地动，其中2届规模5以上。南北其实它都有规模6点多的地震，已经释放比较大的能量了。那中间这边来讲，它还没有这么大的地震，所以我觉得是说，啊，如果它在这个断层面是调整的话，那中间这段是不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南北两边拢有能量释放，地质学者是讲，若是应力调整向北边线，地动尾开发生的所在，应该伫入溪甲花莲溪这区，影响范围包括花莲市。除了地动尾以外，灾后善后工作嘛拄着麻烦。新运出来的垃圾，新的垃圾呢，转运到这个中区来这边做处理。一堆搁一堆粪扫蹲甲敢若山咧，根据机持续伫作业，在地粪扫囤积量本来就有10万外吨。4月初3强烈地动了后，花莲1个月内搁加出5000吨爱处理，毋过苏花公路爱抢修，大车北运无法度，嘛敢若当先囤起来。听后6月苏花公路全面通车，粪扫的处理才会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气象署今日发布珠报特报，按算11半暝到早起会达到强烈珠报等级 KP8，这是气象署头一届针对地质扰动发布特报。由于地磁扰动的时候，会产生地磁感应电流，那会对地表上的管线电路造成作用，然后也会对高频无线电通讯造成干扰。但请注意，这些干扰其实是对比较高纬度的国家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气象署表示，因为统计一头11年的活动周期，大概有100届的地质扰动事件。不过，这届的地质扰动事件可能会影响到太空飞行器操控系统。那准这个纬度较悬的国家呢，这高频无线电通信等等会受到影响。那准是一般民众使用的行动电话信号、无线网络加拿价，这部分是不会受到影响的。讲到这农业部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进前有举办食糖的课程，甲这奶枝草青菇啊变做是料理。所以因为这奶枝草青菇啊唔是法定的食用昆虫，食药署和家己关卫生局也拢去到现场关心。食药署强调讲，若准甲这物件当作是食材，会去犯到食安法，上悬会当罚到2亿。甲炒菜菇啊，等入去油鼎内面煎甲真香，配高赞塔含蒜头，一出真有创意的料理就完成啊！农业部林业和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顶个月27办食糖王者的课程活动，本意想要找新的方法来消灭这外来的歹糖，但这可能去犯着食安法。当天我们是用蜜制春象来做一个入菜的一个发想哦，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在环境教师在实际操作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也会让环境教师来做课程上的内容的调整。因为这炒菜菇啊，并不是法定会当食的糖，引发疑虑。迄讲食药署和嘉义县卫生局拢有派人去现场关心，专程录影。林业署和承办的讲师拢讲，只是推广一个思维，并不学员去食这炒菜菇啊。实际有去食的是另外一种螃蟹做的碰饼。因荔枝春象目前为食安法未公告可食用原料。还需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担心林业署烹煮供民众食用，当日前往查核，并未提供给民众食用。荔枝春象为外来害虫，我国民众没有食用的历史经验，其食用安全性未经确认前，不得工作食品原料或食用。过去就捌有小食店的业者推出这炒菇料理，但是这摆办活动的是公家单位。食药署强调讲，个人并无食炒菜菇的经验，使用的安全性无经过确认，袂当做食品原料嘛，袂当食。那违反会当照食安法第15条，罚6万到2亿。产品嘛会防误入含销毁。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目前国内肠仔病毒疫情当咧流行期，就医的人数呢，逐礼拜拢伫咧增加。疾管署也推出讲会继续拖。即马就立委要求中央爱用公费方式补助这肠仔病毒疫苗，互囡仔来注。第两次要机关要求地方政府就爱公费补助，不过这肠仔病毒的疫苗注一档是爱几落千块。专家是建议讲，先对这身体不好的脆弱族群，或者是经济不好的中低收入户开始补助。保障幼童健康，减轻家长负担。根据疾管署公布的数字，顶礼拜因为肠仔病毒去门急诊，互医生看的，计共有16240人次，平均一礼拜增加13.4%。国内肠仔病毒疫情当咧流行期，疾管署估计疫情会继续行。即摆囡仔若要注肠仔病毒疫苗，家长需要自费。有立委呼吁中央应该补助，互国内0到5岁囡仔会当公费注射。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国内0到5岁儿童超过94万人。而且每一剂的价格也并不低哦，每一剂大概是4000元到4300，而且完整的话要接种就是2到3剂，也就是说必须花费8000左右。目前台中市是全国因为肠仔病毒停课上济的县市，南投县已经公费补助中低收入户肠仔病毒疫苗，所以台中市也有机关要求台中市府爱公费补助。我想我们的财政比南投好很多了哈，副市长。那南投目前采购，我们看到资料是1280剂啦，哈，就是说虽然它的财政当然直辖市，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都稍微的少。医师表示，肠仔病毒株有100款左右，去年度引进台湾的肠仔病毒疫苗，会使预防上危险的肠仔病毒71型，保护力超过90%，主要是提供给2个月大到6岁的囡仔注。流行期进前了，赶紧注啦，因为你若讲真正得了肠病毒71型的吼。讲实迄是风险继续大的啦，厝里较无钱的人应该爱算一下。譬如讲，伊是免疫力较歹，哦，本身免疫力较，比如伊本身就足侪病啦。那想讲咱即摆迄个新冠肺炎啦，哦，咱嘛是对较弱的，都不迄个免疫力较歹的人去互伊公费。肠仔病毒疫苗一档4000块，2岁进前就注的爱注3档，2岁以后才注的爱注2档，总共爱8000到10000支，计效无俗。医师建议政府若有预算考量，会当先针对高风险族群、中低收入户补助，或者是部分补助，政府甲家长一边负担一半，拢是政府会当思考的方式。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高雄有一个教练，互查某学生指控讲，私底下伊的共梦刑砍，甲人忽悠。这机关也发现讲，这个教练有伫咧做高雄市代表队教练，要求市政府着爱严查。不过教练是强调教学20多年啊，伊拢是教团体课，袂含这家长学生单独见面，也讲这指控拢是抹黑的。从我的背后直接环绕过去跟我的胸部，然后还有浓烈的动作，然后我也跟他讲说，不要碰我，我要告诉家长。他就说你敢告诉家长，我就把你推走。这个受害者讲出伊心内秘密，讲话是讲到后天。伊控诉5年前高中的时阵，去互迄当阵的教练性骚扰，事后发现讲毋是干那伊受害尔。有民代指出，受害者捌申诉。尾后拢是沉到大海，故是以手头来申诉的，都有4个人，上早会当回溯到10年前。不过，这个教练到大还阁伫咧教学，甚至可能做高雄市代表队的教练。直到现在还都是在高雄非常的活跃，还是即将成为我们高雄市代表队的带队教练。那过去也是国家代表队的带队教练。事件发生时，被害人未成年。得于成年后3年内提出申诉，本案将依被害人的意愿受理申诉，重启调查。日本基金会嘛烦恼讲，若有教练涉及性骚扰，照目前的法令，就算撤照，也是会当私底下开课甲招生。建议就要建立自动工作认证的制度，互无责任的老师无法度搁软空芳。因为防指控的这个教练，伊是中华民国冰球协会教练出兵协会受证的教练。冰球协会回应讲，目前已经甲停权。也拿另外一个协会嘛，等咧调查。第一个就是说，我的上课模式并不是说你一个人跟你上课1对1，没有，我们这边没有这种上课模式，我们全部都是团课。第二个就是说，除了上课以外的时间，我不准学生跟我就是单独在一个空间里面相处。这个教练去互指控性骚扰，伊是招拢好人。
强调讲，以前到大唔捌私底下甲学生或者是家长单独做伙，嘛敢若上团体课，伊愿意配合调查。嘛有停止的教练的家长认为讲这是挑工作恶。毋过，市府运动发展局强调讲，会持续掌握后续调查的结果，嘛有写批通知高雄市体育总会，爱严格审计113年初练代表队教练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敢若有家长处罚囡仔，处罚一个上过头情形。有一个读国小2年的一个学生呢，因老爸要求伊爱烫光光伫外口罚站。目前桃园市的家防中心已经甲囡仔紧急安置了，也对这个家长要来做强制教育。这个读小学2年的查甫囡仔规身躯无穿衫对楼顶来，社区警卫赶紧提衫回满。有厝边讲，定定看到这个查甫囡仔被处罚，亲像伫社区1楼吵声心惊，还佫伫咧厝顶罚站饲网啊，几多遍通报113家防中心，拢查无具体的事情，只好找议员斗3工。小孩好像都会被骂、被打这样子，就要在下面写心经这样子。没必要这样子吧？小朋友不乖，正常打骂可能也是稍微。可是叫他脱光光下来，真的很扯。包含了长时间的罚跪，被叫去顶楼喂蚊子，孩子的身上偶尔会有一些不明的伤痕，长期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这个查甫囡仔无穿衫罚站，查甫囡仔讲是老爸叫伊袂使穿衫伫咧门口罚站，互伊感觉真见笑。若做老爸是甲警察讲，是这查甫囡仔家己袂穿衫，议员介入处理。交防中心看过录影段了，甲囡仔紧急安置。那后续的部分，我们会评估这个男童这个身心受创的状况，来连结相关的一个辅导资源。那就男童这个不当对待这个部分，我们会将采取强制性亲子教育。交防中心讲，社工几多遍去学校也有出来访视，查甫囡仔身躯顶并无伤痕。有甲这个查甫囡仔老爸讲相关法律的规定，但是这边查甫囡仔互老爸罚无穿衫，该赶出门叫伊罚站，而且伊面顶头也有乌青。已经甲这个查甫囡仔紧急安置，并且就囡仔老爸不当对待行为，采取爱接受强制性亲子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第74线小接国道1号连接道工程，按算后礼拜一要通车。不过早起进行排水工程的时阵，可能是操作出问题，害工程车变气，有2个越南移工受伤，其中一个乌卡等咧急救。治安署初步调查认定是操作出问题，下令一部分停工也着爱罚钱。那高工局是强调袂去影响到通车时间。救护车驶去交流道，甲受伤的工人扛去林两桥。台中市第74线快速道路，当咧做接国道1号交流道的工程，70早起8点半左右，传出工案的事件，有2个越南籍的移工，哪像对机器操作无熟手，造成2个人受伤的意外。现场有2名外籍移工受伤，身份还有待进一步查证。据了解，其中1名移工对使用器械操作不熟悉，于施工过程中欲安装泄水口时，因操作不慎，致使另一位移工遭工程车挤压至桥梁。警方表示，代志发生地点伫台74线北屯20道接国道1号上北14.4公里的所在，有工程车变气，地处一个伫车顶的工人夹伫工程车甲护栏之间，另外一个人因为车变气受伤。台中市消防局出动8台车，21个人去现场抢救。迄当阵吊咧车底的工人是无喘气、无心跳，送去中国附医急救，已经恢复生命的现象。另外一个人倒手开放性骨断去，送台中营总，目前意识清楚。高工局证实，迄当阵当咧做排水的工程，变气的车是检测桥牛的车，因为发生工案意外的原因要去调查。那发现有违反治安法的部分，我们先做局部停工处分。那违反治安法部分，我们会裁罚3到30万。治安署初步调查发现，检测桥牛的车当咧检查水管的时阵，用来固定退掉的架也无完全停开，车才会变气。目前下令局部停工，而且伊违反治安法罚3万至30万。不过，高工局强调讲，第74线快速道路接国道1号，按算13会举行通车的典礼，甲按意外现场会赶紧排除，袂影响通车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这条敢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咧。这美国非洲的警察可能是行唔对经，昨日去人的人家处了后，煞开6枪，弹死一个23岁非洲的空军飞行员。即马家属是要求追查真相，而且这警方呢也公布执法的影像咯。Drop the gun! Drop the gun!
福州警察初五接到一个公寓大楼发生骚扰的通报，去23岁非裔查甫人福特森主体门口敲门，开门的时阵发现伊手内有枪，虽连开骨都枪，福特森送医救无倒来。He shot up. My baby was shot up. He was shot 6 times. 福特森是自赫尔伯特机场的特种作战连队国际飞行员。代志发生的时阵，伊家己一个伫厝，甲女朋友实行对话，所以女朋友有听到规段过程。对律师表示，因当时无发生任何扰乱。福特森听到真着急的敲门声，透过门框鸟眼看无人，所以有警戒，去牙清风身，煞就听到连小帅的枪声。伊的女朋友认为警察一定是找唔到警啊。Saw him with a gun,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they thought he was a bad guy, but he was a good guy. I need you guys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my son. I need you to get his reputation right. 律师讲，福特森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穿合法告尾。开门迄当时穿向涂骹，警员是安怎随连开几落穿，倒伫涂骹了后再要求伊甲穿放落，是毋是牵涉到种族偏见？爱清楚交代。警方初步否认找唔到警，表示开枪的原因是中国方为反应，目前已经暂时停职。警方甲州检拢已经展开调查，强调未隐瞒也是暗藏事实真相。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指控艺术欧洲歌手大赛初9日在瑞典举行第2场的准决赛，透过电视观众的投票，以色列歌手居然顺利晋级。外口确实有上万名抗议以色列军事攻击加沙示威者，那这示威者呢，也拍算讲要伫咧11迄天总决赛发起更较大的规模抗议。唱歌跳舞、灯光闪烁的舞台，2024岁欧洲歌唱比赛在当地初9办第2场的准决赛。以色列选手果然在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的体育馆内底，在9千名观众头前唱伊的歌鼓风，顺利得到电视观众投票晋级，和伊的情绪是真激动。Well, I feel I'm so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s. It's truly such an honor to be here on stage, performing and showing our voice and representing us with pride and making it to the finals. It's something crazy. 个人的歌曲原本的名是10月号，后外界认为就是咧讲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虽然最后改歌名甲歌词，也毋过伊参加比赛甲晋级，正做比赛焦点。9万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包括瑞典环保人士同贝利，组织伫马尔默的主要广场示威行过市中心的街路，抗议以色列攻击加沙，嘛批评主办单位欧洲广播联盟的标准无同，甲欧盟亲像互种族灭绝变作合法。I try to protest against the Eurovision because it's about songs, and songs is about love, and they should not be heard. 个人紧急的消息传去以色列，嘛得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录影片的恭喜。כן, אני רוצה לאחל לך הצלחה. את יודעת מה? כבר הצלחת. כי את מתמודדת לא רק באירוויזיון, בדרך גאה ודרך מאוד מרשימה, את מתמודדת בהצלחה מול גל מכוער של אנטישמיות, ואת עומדת בזה, ואת מייצגת את מדינת ישראל בכבוד ענק. 虽然会场外口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声音，也毋过嘛有大约100名支持以色列的民众，在警察的保护之下欢喜庆祝。若是反以色列抗议民众，如果会伫11总决赛迄一天发起另外一场规模更较大的示威活动。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伫咧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创作出来的原英歌归香港，拜三去互香港的上诉法院裁定做禁歌，是香港主权交转去互中国了后的头一条禁歌。伫台湾的香港人因对这款的结果是感觉讲无讲介意外，因是烦恼讲未来伫咧香港这款的限制会愈来愈多，赶快受到独裁压迫。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性歌曲《原英歌归香港》，拜三去互香港上诉法院以正做破坏国家安全的武器做理由，批准香港政府提出的禁制令，将这条歌裁定做禁歌。这也是1997年香港主权回中国了后头一条封禁的歌。伫台湾生活的香港青年表示，因对这个结果无讲介意外，因为英国也有真侪类似这款限制的，不管是用法律禁止，也是点点啊禁止，未来敢若会愈来愈多。
歌曲也不是单一的案件，因为其实香港政府过去也是可能在图书馆里面下架任何的跟中国坏话或者是跟抗争相关的书籍，可能就不会用直接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的案例接下来会不断的发生。香港变声青年是一个由伫台湾生活的香港人所发起的团体，因一直拢真关心香港的状况。目前这条歌伫香港的网络顶犹阁看会到，不过香港政府当咧互网络平台压力，要求甲摕落来。台湾香港协会认为，准讲网络平台有影照做，以后无的确也甲台湾、香港甚至全球对中国不利的歌曲撤掉，绝对要阻挡这款代志的发生。YouTube 配合的话，今天配合愿荣光归香港。以后会不会禁止岛屿天光？会不会禁止所有其他台湾、香港、全世界那些对中共不利的一些歌曲？我怕的一个结果是，谷歌不会把这个拿掉，但会自己建造一个网络长城，就让在香港的人看不到。那就等于一个升级的独裁了。台湾香港协会表示，真侪无伫香港的香港人，拢一直有咧宣传这条歌。今摆禁制令敢若规范香港境内，准讲以后政府去立一个血外效力的新法，会变做一件真恐怖的代志。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主计总处查查公布，今年第一季实质性经常薪水是43099块，年减0.09%，是连续3年负成长。这代表咱国内企业加薪水的速度是对袂着通货膨胀。那以平均薪水来看，金融保险业平均是69000，若甲人做美容做头鬃的，平均无到36000。担任美发师将近40年的 Andy 是发廊经营者，除了头毛型设计、头壳皮检测，洗头嘛爱家己做。最近这几年，连读美发业的学生囡仔都有减少的趋势。美容美发界了，已经没有人要做美发这一块了，因为它真的很辛苦。你要达到4万块以上，真的可能比较难。主计总处查查公布3月份工业甲服务业全体受雇员工薪资调查的统计结果。以行业别来看，金融甲保险业将近69000块，出版影音甲自通信业是67058块，电子零组件制作业原有54000块起跳。毋过看其他服务业，亲像美容美发按摩是35742块，大寿餐饮业是较无35000块。到了那个比较有成长性的产业去工作的话，你的薪资就会增加很多。那如果你是到那些没有什么成长的产业去工作，你的薪资就没怎么增加。那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就会造成整个薪资的高薪跟低薪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的这个陷落的这个情形出现在这个低薪以及薪水冻涨又负债的一个状况下，可能会导致所谓的隐性贫穷的一个这个窘境出现。业内专家提醒，科技金融业持续高薪，按过来说产业薪水低。连做以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月至3月经常性薪资是46030块，年增2.25%。按过扣除物价因素了后，实际经常性薪资是43099块，年减幅度是0.09%，等于是连续3年拢是负成长，显示咱国内企业的加薪速度对袂着通货膨胀。最主要的连续3年的负还是受到物价比较偏高的影响。专家认为，加薪国家通货膨胀的问题会让消费意愿降低，也会剥夺民众生活幸福的感受，阻碍企业营运绩效，甲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要安怎解决薪资差遐尼济，政府都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上届新的调查发现，每到3成的查甫医师有生了后，有愿爱上夜班，而且发现讲，这查甫医师有7成捌性骚扰，却因为体制关系，真少人去申诉，甚至有22%的查甫医生捌性骚扰，却是无人去申诉。医院性骚扰，公道怎么讨？去年全台湾发生MeToo事件，即马连医界嘛一直压出来。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最新调查发现，女医师将近7成捌拄到性骚扰，却因为医疗定期文化不公开这理由，申诉比率真低。年轻医师则是反映遭遇性骚扰时没有办法申诉，主要是担心影响未来的升迁以及专科医师，也就是主治医师的资格取得。工会针对282个医师调查，发现女医师拄到性骚扰了后，申诉比率较无1成。
查甫医师有2成2捌拄到性骚扰，不过无人申诉。伫有性权益方面，除了住院医师有劳基法保障，其他受雇主治医师无适用劳基法。有将近3成的女性医师有薪期间也是必须上夜班，所以呼吁卫福部赶紧修正医疗法劳动专章，保障有性女性的权益。怀孕了，我已经被排班了，我还要花钱去请同事帮我值班，让我可以晚上好好的休息跟睡觉。经过医师本人同意，是可以让这个怀孕期间的女性医师在晚上10点到隔日清晨6点的时间内合理安排工作。卫福部讲，医疗法劳动专章版本得要完成，等新律过进行了后，会赶紧把草案送行政院。未来若是违反医师的意愿要求排夜班，会当罚医师机构相关10万块，而且会当连续处罚。若是性骚扰的部分，目前已经有性平3法，由劳动部负责。民众即场若是拄到性骚扰，会当直接向警察局还是卡113的专线求助。记者综合报道。关系到全台湾130万的身心障碍者权利的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已经是17年无修改。立法委员王世坚举办公听会，真侪身障团体代表来参加，表达因的心声。因是希望政府会当统一服务的对口，建立自立生活专章。学者表示，目前法律是无法度回应障碍者的多元性，毋望修法依护因的人权。公益采光其中一个目的是帮助身心障碍族群就业。不过，伫公听会顶头，身障者讲出家己的心声，批评采光的成本伤高，利润伤低，而且批发的数量无规范，亲像过年采光卖上好的时阵，身障者拢爱受抢。1张100块彩券来说好了，这一张100块，我的成本就90块，我只有赚10块钱。然后他批的时候是要批1整本，1整本是100张。我就要有9000块的成本，卖完我才会有1000块的利润。那再来就是过年时候批彩券的这个规定是希望说可以在这个让我们这个真正在街头卖的人有一些优先优惠的一个配给方案。另外，有其他的身障者批评政府无共款的服务，就爱找无共款的窗仔口。想要申请服务过程中，常常就爱车跋柄，造成因真大的不便。我有使用那个智易生活服务，比如说我在工作的地方，那遇到说职场的协助，那他就请我去向劳动部的那个职场人力协助申请，那就是意思说智易生活排除这一块，然后会造成申请者的一些困难。针对目前法规上的问题，学者是指出，台湾身障族群其实真多元，比如讲视障者甲两骨受伤者需要的照顾服务就无同。建议政府在咧修法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身障族群的多元性。障碍者是一群非常多元而且异质性非常大的群体。那针对复杂的群体，其实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那这是我们政府在做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的时候，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点。民间团体表示，台湾是民主的社会，重视人权就是民主的表现。建立一个互身心障碍者会当自立生活的社会，是保障人权的关键。身障者毋望政府会当来听到因的声音。记者王可山台北报道。最近各地头拢是好天，气象署表示，这好天气敢若剩今仔日甲明仔载，也若礼拜母亲节会受到锋面，也有东北季风影响，全台温度会略略降低。这时天气较无稳定，到暗时全台湾较敖落雨，请民众爱特别注意。拜五出日头前烧落，各过2天，礼拜就是母亲节，应该侪侪民众拢有规划行程。也毋过气象署提醒讲，好天气剩拜5、拜6，也若礼拜母亲节因为受锋面东北季风影响，日时天气较无稳定，到暗时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会有点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到后礼拜日过，落雨的范围才会变小。在周日、周一这2天要留意，各地会有一些阵雨跟雷雨的现象，越晚可能出现越明显。早上的时候可能是一波一波随机的分布哦。那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那通过时间再度提醒大家，是在12号的晚间到13号的白天。那所以是降雨可能是由北往南，感受上面大家比较明显集中的时间点是这个时候哦。那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分布情形。气象署指出，虽然礼拜全台湾气温会略下降，不过温差无真大，大概降4、5度尔。像北部高温大约26度，低温嘛也有20度。也若针对今年第1粒风台敢会结成，气象署表示，目前规个热带系统结构也真无完整，爱搁继续观察。
目前以这边的云系组成来说，虽然云系都是有分布的，可是其实是相当的，就是散布非常的广，而且组织性也是比较差一点。那家属要讨论到这个热带系统呢，还是等到有真正的这个系统成型的时候去讨论，会比较具有这个肯定性哦。那现在讲的话是有点言之过早。另外，气象署嘛特别指出，金门马祖地区拜六暗时到礼拜早起考的大雾是算不好，有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也是飞行机起降，提醒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所落来礼拜就是母亲节咯，中华有民间团体特别传好食料理，邀请6岁妈妈做伙来聚餐，希望每一位妈妈伫咧母亲节拢会当平安快乐。青草的空肉饭，阁有代表酸甜苦咸的小菜。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咯，中华仁爱基金会提早庆祝，邀请生活较歹过妈妈来食好料，希望互因感受到过节的气氛。空肉好诶，空肉上好食，高粱都好食。袂歹啊，种活动真有意义啊，嘛是真好啊。根据行政院2023年底发布的统计资料，台湾登记有路无厝的人是3002位，其中女性大约占13%，是6岁族群内底的少数。仁爱基金会服务的规定也发现，女性的弱势者甲有路无厝的人，因为体力、性别等等的限制，拄到的挑战会搁较侪。希望透过母亲节活动，互大众注意到因的需求，嘛感谢因这世人为家庭的付出。站的内底义工，利用咱神书提供的一寡材料，煮的这上介有好食的空肉饭，来甲咱所有辛苦的母亲，来甲因庆祝母亲节快乐。罐头啦、泡面啦，阮拢会尽量去帮伊找厂商，然后来募款。希望讲咱社会大众啊，若是讲有一寡厝内底会使无用到的，也是讲就欢迎大家来做伙做这个爱心安尼。仁爱基金会表示，除了普通时啊会提供食米，年仔节啊嘛会发物资互弱势民众。不过自从疫情发生较紧，募款的状况一直无理想，基金会就望社会大众加关心弱势族群，帮助有需要的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县卫生局甲南华大学合作举办课程，要培训教老大人做运动的师资，训练老大人的筋肉，因要准备方便在器材，等于是甲健身房早咧行，后个月开始就要四界去服务啊。上个校园模拟老大人使用运动设备时会拄到的状况，若考虑到老大人的体能，阁会避免失大受伤。南华大学配合嘉义县卫生局伫学校内底开办课程，培训教老大人做运动的师资。有些老人可能有肌少症啊，或是什么可能有五十肩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训练，就是可以强化他们的肌肉，让他们不要那么快老化。人讲老人袂看得大，主要就是因为老人的筋肉会一直减少，也就是医学咧讲的肌少症。专家表示，会当为筋肉的动力训练来改善，但是嘉义县是大济所在看，山区、海区一寡偏乡的所在，无一定有设备或者是空间，所以这个课程有准备轻便的器材，等于是甲运动健身房早咧行。咱伫社区咧上课哦，通常拢无要做重训，啊，毋过拢是讲要做重训，无器材，所以拢互因空手咧摕咧做，啊，迄个效果起来较无较好，啊，拄好咱这吼会当有重量，会当互因训练。嘉义县的这一个偏乡比较多哈，那各个地方哈，我们要有一个健身相关的一个器材，真的不太方便哈。那所以我们希望说由这一台智能重训机哈去取代这个健身房。嘉义县卫生局表示，培训的课程结束了后，这个校园为6月开始到8月，会伫嘉义县中部、直辖、东石甲宜直4个乡镇来试服务看卖，希望互偏乡社区的老大人也会当上着重量训练的课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天气无稳定，致使台南新市传出潮热病灾情。农民就讲，剩无90天就要挂稻啊，长病了后产量尚无减4成。农改场也讲，这确实和天气有牵连，建议农民伫咧抽水前3天就要先除药啊，做好管理，才会当来降低这病菌的感染。
几大片当主比田本正青金金，这是农民对去年种到当的心血。佮10天因准备通收割，不过新市潭顶里部分残荷，所有侪主比田出现掉叶病，地须掉尾打起，里无到入场，结出来7月拢下到。农民讲5当前就捌发生过，损失惨重。迄阵产量上无减4成，因惊灾情继续拖。毒素全部拢伫天空顶嘛，就是经过即个落雨，落足大，吼，拄啊落足大，啊，甲所有的有毒的物件拢拖落来，拄啊阮遮歹运嘛，阮拄啊咧节水啦。有风地，伊有小可有煮起来，不过伊的蔓延一直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拖愈济。丢叶病常在出现伫较湿淡的环境，加上因为风、雨甲鸟仔病菌才拖甲真紧。农改场建议农民抽水前3天，就通爱铺药啊做管理，兼环境爱看好清气，来降低感染的几率。虽然病虫害无法度以天然灾害来赔偿，也毋过农粮署指出，若产量损失超过2成，会当申请丢作保险。上重要就是讲，伫这个稻啊，咱水稻抽水前2、3天，一定爱落去甲做防治。就是讲，甲迄个环境用清气，啊，这水也抽起来了吼，伊就无这菌会去感染，啊，这时阵就较袂着这稻的病。区域的平均产量有低于过去5年的奥林匹克平均的80%，基本型的保险就会理赔。如果它是加强型的话，只要低于5% 的话，它就会有理赔。有农民质疑保险赔偿标准以5当来的平均产量来算无合理，农粮署回应，因逐当拢有针对稻仔的产量做统计甲抽样的调查，并未因为好歹年冬来改变统计方式。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的前顶渔港是全台湾上界大远洋渔港，伫遮呢有15000个外籍船员伫遮出入入。政府开始会起一栋船员会馆，即马是由高雄区渔会经营，会馆结合餐厅、旅馆、游戏区等等的多元空间。不过，这间旅馆的房间介绍有真侪外籍船员认为讲伤过贵啊，因无法度负担。有人咧写表，有人当咧斗拿，因拢是出海回来外籍船员，伫前顶渔港上新的船员会馆休困。70行政院院长陈建仁嘛来视察，这栋会馆主要提供给外籍船员使用。1楼餐厅2楼是开放空间，除了有佚佗区、浴巾啊，阁有因应无共国的船员设计岛式。3楼阁有旅馆。船员会馆啊，就是要互因提供因旅舍大的这个所在。阮2个楼层拢总有64间的房间，有精设着这个基督教甲天主教所使用的这个教堂，哦，还互因来这个伫个这个宗教的信仰上面吼，会使得到这个一个皈依。高雄区渔会表示讲，前顶渔港逐年有300只渔船出入，外籍船员有15000人，因为船员靠花无偌久，搁要出海。常常住伫船顶，即马会馆提供64间房间，介绍是1500到2000，是侪问外籍船员。因表示讲，会馆设备真新，阁会当洗身躯休困。毋过休眠介绍负担伤大，因甘愿困伫船顶。Misalnya 500 itu pun ya, kalaupun itu kalau ada saudara tuh mau nginep di situ 500 kami mampunya. Poin pertama untuk kami bisa menghilangkan stres, terus depresi. Dan bisa untuk santai。这栋船员会馆是开始一起的，过去流标3届，尾仔由高雄区渔会接手管理。总干事表示讲，会馆毋是干那开放予船员尔，一般游客嘛会使住。1楼的餐厅按算10次营业，2楼的空间已经开放予船员使用。3楼的旅馆目前也咧找业者来经营，毋望7、8月会规划好势。记者从渔会区朝阳高雄报道。那农民爱靠天食饭，连遮讨海人同款爱靠天食饭。来看新竹渔港受到这东北风的影响，一直拢有积沙的问题。去年12月，这新竹市政府才清水路鸟，却因为这海流的关系，也未到半年时间，沙又搁再积起来了，造成这渔船无多出海掠鱼。当地渔民也讲，这逐年拢有清啊，但是地漂无地本，根本就无效果。渔船准备出海掠鱼，即马因为积沙严重，渔船就安尼直接卡伫港口，无法度出入。其他的船长讲，这款状况常常会发生。大船要进出的话是很麻烦的，哦，水深没有5米，没有把握出去啦，要不然一定是船一定会搁浅。
新竹渔港当年受东北风影响，造成港口严重积沙，影响渔民出海掠鱼作业。去年12月只有再度通刷，不过渔民认为无什么效果。清沙的效果不好，因为每次抽了沙都往南边那边倒，然后因为洋流的关系又回到港口里面来，所以基本上抽了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当地渔员指出，自2007年开始，当年疏通水路，加起来拢总开6亿外经费，积沙同款严重。渔员质疑，港港拢无长期的解决办法。即便是一次性大面积的清淤，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既然新竹渔港是农业部渔业署列管的一级渔港，就呼吁中央扛起责任，找到根本性克服渔商的做法。渔业署今年已拨付4900万的工程费用，由市府持续代办疏浚工程，来确保疏浚作业年度不中断。工程将于年中投入施作。新竹渔港的主管机关业署表示，后续会提出研究调查，针对源头想办法解决。今年已经变4900万预算，还疏通水路，希望量早来解决长期困扰渔民的积沙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高雄这水量路段最近有新设飘线型的人行道，却因为民众也被管制，着民众伫咧人行道顶头骑奥多摆，或者是违规停车，支持和反对声音是拢有。交通局今仔去到现场会勘宣导，目前伫咧人行道要设置交通圆规，另外要1个月看到期。高雄水龙路标线型人行道已经完工，现场也是看到民众骑奥多摆违规骑伫人行道顶悬。交通局为这条1米2宽的标线型人行道，争议上大的就是停车的问题。几路人认为较安全，但倒是店家支持的反对拢有。反对店家烦恼讲，袂当停车会影响到生意。不过嘛是有店家认为车费减少，人客嘛真愿意配合。人行道。无偌侪空间，反机车当停来买物件，拢无得到，完全没有。人客配合度拢袂歹啊，看起来道路也较整齐，嘛袂有车祸的问题安尼。更希望能够这个推广啊，能够在高雄市有更多这种地方，让我们行人啊能够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有个安全舒适的环境。70透早，交通局会同里长议员到现场说明水龙路新的标线型人行道，增加交通管影，加强区隔。伫转弯的所在，甲人行道扩大，避免驾驶有转弯的死角，减少车祸发生。就恐惊也是有民众无了解，黑白停车。交通局会请里长店家加宣传。我们在不更改原来停车行为的方式哦，就是说原来有白线的地方，我们也保留它的白线哈，所以可以停车的空间是一样的。高雄市已经有91搭这种新型的人行道，水量路800公尺是目前上长的。交通局表示讲，若是效果袂歹，按算年底进程会延长到1200公尺。目前有1个月看到期，暂时未开单。记者钟义辉、柯兆勇高雄报道。第14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今仔日开幕。今年台湾和国际纪录片总共有134部参与影展。今年的开幕片是台湾的摄影大师张照堂在1970年代翕的纪录片《纪念陈达甲王俊这展》，会当听到较古早的乡村民谣，和看到英国台南烧王俊的真实记录。另外，今年真特别的有一部分，就是有展览到1930年到70年代以来一般民众翕的家庭影像，会当看到咱台湾无共时代的生活风景。譬如讲，这代吼，就是较早，伊若是要翕小规格电影，就甲胶卷整入去，用这安尼看去翕。台南厅这一项一项拢是古董，有买100年的摄影机、放映机，也有8米的福里姆。这是今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一部分，有放1930年至70年代民众家己翕的家庭影像，通看到台湾无共时代的生活。所以阮这个展示就是互大家知影讲，毋是干那大电影安尼尔啦，小电影甲小电影甲你家己的生活、甲你家己的历史，其实嘛有关系。透过展览，希望互大家了解，其实纪录片离咱的生活真远，无遮尔学亲近。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由国家电影甲视听中心主办，今年的开幕片是已经逝世摄影大师张照堂老师在1970年代拍的纪录片《纪念陈达和王俊这展》。
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张照东翕的纪录片遮尔珍贵，都是因为伊甲咱的历史文化无样拢保留落来。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自1998年到今已经26年，张照东也是催生者之一。中心嘛真希望影展会当启发愈侪少年家共同来投入影视的工作。少年人要拍纪录片的工具啦，更较简单啊，讲你感觉有意义的物件，你要甲记录起来，咱就会使来遮看，看讲别人是安怎甲记录的，所以咱咧学习了，你就看讲，知影有一天我若看到一些物件，我嘛会使安尼甲记录起来。第14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自5月初10开幕，办到5月19。这段期间，包括台湾和国际参与的纪录片总共有134支，包括台湾探讨2港议题的9场和国际陆俄战争等等的纪录片，拢看得到。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3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想要知影，想要知影。